物袋内底批标题就有写警告，是针对国民党的，要求讲话较细致的，莫阻挡香港的手续来台湾。阁有一排拢是人的头骨的图案，批上尾阁放炸弹的图案，写硬五假死，强调讲互香港时代革命。上尾阁直接写好欢喜团队。 这是国民党立委李桂敏的国会办公室收到的恐吓批，随报案做笔录。唔那立委前总统马英九嘛有收到。总统他现在其实还在卸任总统离任期间，所以国安局这边我们也是第一时间有跟他做联系。 马英九办公室是伫昨下晡2点左右发一张国际批，邮票和邮戳拢是香港，批的签名同款是何欢喜团队，内容和立委李桂敏收到的同款，嘛是经过国民党。 同款的文字内容，再加上2张香港的银纸，共接到通报了后，随甲批送到监视中心。经过采证，虽然有2个口译的指纹，不过比对了后找无身份。马前总统人身及该文教基金会办公室加强安全维护。用调监视器画面，发现邮务人员伫同一天透早10点，可能去批箱内底。目前除了要追查嫌犯，嘛加派警力来巡逻。 因为香港的司法和政界人士，伫去年底嘛收到何欢喜团队寄粉有臭骂的恐吓批。网络传闻嫌犯已经伫台湾读册，所以警方嘛唔敢大意，当来追查恐吓嫌犯的身份和动向。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